免钱，就我这我这时阵，我要安怎带安怎好去拢无问题，我进窗费免钱啊。等到我若要窗费免钱，就是到上手的时阵，那安尼就害安尼。哦，所以讲到上手就是窗费需要钱的时阵，所以咱讲这个讲要收要较紧的，进窗费咱窗费免钱的时阵较紧来做。就亲像户口的阿嬷同款，户口的阿嬷是2头人倒转去，啊伊咧艰苦的，因为户口迄阵啊，就是呾爸爸考尔的，阿嬷哦考较严重的，只要户口的饭通捧起来，啊出紧的，我的茶饭捧起来，阿嬷的手就来，什么手？就来，你着用鱼仔汤来吼，顺续来搅落，够好势。咱亲像讲爱做的呢，我起来你着甲我搅落多好。所以户口哦，迄阵互阿嬷哦好够忝。所以咱户口迄阵阿嬷咧艰苦的时阵，户口转甲顾，户口就甲阿嬷就甲我讲好啊，因为已经足严地，已经买啊去啦。啊，所以就甲我讲，所以我若好吼，我就变个做迄个前头。当咱可能卫生顶呢，伊遐艰苦较苦难，所以这就是阿嬷的遗憾，嘛户口的遗憾呢。哦，为啥是阿嬷的遗憾？因为阿嬷做袂到啊。户口的遗憾，因为户口我都帮阿嬷关系。所以最近的户口嘛，希望讲咱在座各位，莫有一点点仔遗憾，好唔好？好。所以讲的户口呢，今仔日会使讲是，来讲，迄个官方的面子讲上大高啦。会使讲就是讲资料里，啊，就是所学的，就是讲做先读，浅读的，啊，所在学习课程中间呢，有足侪不足的所在，所以在这不足的所在，户口呢，嘛希望讲咱存一个，甲户口呢，就倒会原谅，希望讲上帝导我下去。那希望最后呢，祝咱在座各位身体健康，发挥全完，谢谢各位。食综合来，四食综合去啊，也就是讲咱的灵性，咱的灵性。那么呢，这个根源是讲咱。
咱有一定落叶归根。哦，这就是咱人甲这种树啊，树啊有落叶归根好，树啊有落叶归根，但是人来到世间了后，咱就真正倒转归无。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咱，伊这个道路上的一定就是去来看。伊道路来讲起来咧，咱一定来去探讨伫咱的根源啊。所以讲，伫宗教来讲起来，伫宗教来讲起来咧，啥物是宗？宗就是根源嘛，教就是一个教化，叫人平善，唔通把咱的自信本来那个良知良勇，甲伊破坏掉，就是要互咱会当修仙，只是教化，咱会当平善做。哦，但是阮这个宗要咱归回倒转，唔知啊。哦，唔知啊。所以咱人来讲起，为什么要求道？也就是讲，咱要会当来了解对咱的根源了后，哦，他我好，对无中生妙有，但是伫有中要反复，要倒转回，咱是要安怎倒转这个路径，咱是要安怎倒转？你要倒转去，你一定爱先找着倒就是一个目标，就是咱人生根源的目标。咱找着了后，那么咱慢慢依着循序渐进，学着圣贤先辈的果路，那么慢慢的找到了这个根源。后来已经确认了解命，我一个人生嘛，但是我这人生是生者从何来，死者从何去？你人生的意义，那么人生的真谛，咱已经了解啊，清楚啊，自然而然的，咱有这个目标了后，咱对这个人，咱本来所具有的这种灵性，我想之间，咱到法度人保存得了，有常之德啊。那么保存有条的时阵，咱要倒转去，咱自然有法度落叶归根。但是咱人来到世间，受到现象这上界上界的迷惑，将我们的自信来蒙蔽，变成一个有色的、有色的灵性。有色的灵性来甲伊讲起来，就不是本来自信，自信本自清净嘛，自信本自清净，大众处心，除了成佛。安尼是叫我人成佛，就是落叶归根了。那如果是无的话，把我想之间慢慢落在这个有色的现象界，迷惑在这个有形的现象界，以假为真，以有为用的话，伫这个世间，咱是毋是到最终，咱大家拢知影。为什么我会当探究？而且耶稣圣名来讲。让我们钻进前世罪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？用什么换来？那你是谁呢？你说我是拥有名甲利，但不这个名甲利是到我把手摕去的时阵，随着人的无伫的，这物件嘛已经无存在的。但是就是讲，咱犹原就是讲迷惑在这个现象界，不知道这个现象界。说，咱要真心的一个礼拜仔而已。是一个礼拜仔，当然袂当无，但是你袂当去家己拥有，大家拢是，逐项拢是我的，我逐项就是要甲追求到这个有这物件。随着咱生命心无，咱嘛先嘛，咱的人生只不过这用这个做一个，那么你对你的爱护，那么咱会当慢慢的来去除咱自信上伊内底有色的物件，慢慢的带咱归自信本自清净，带入自心，但有自信就要成佛。这个人
未解来到世间，有啊，啥物物件我，但是我嘛就客气啊，袂安怎，请师请师傅，请师傅来甲因念经等师傅嘛，是一个问号。咱唔通去饲我，唔通去饲我死，师傅师傅甲我等师傅，唔通有即种饲我的事。但如果安尼有，世间无人要修行，嘛无人要做善事。所以讲咱要真正落去归因，就是讲，就有咱求着道，了解着飞天之路，心者将好来，事者将好，已经明白啊、清楚啊、了解啊，然后咱下要来研究道理，就是要来了解着这个方法，我要安怎转去。那么伫咱学的当中，就是你咧行嘛，学到咱行到遐，毋是讲我拢会啊，才来行，是安尼。那么咧，咱经常会当伫这个道了解着这个因缘，慢慢借着了解真理，来考验着咱人的心，来改变了着咱家己自言自言的，咱自性清净，那么会当落去归因，归到我们的本位嘛。那安尼是毋是会当转去？若无的话，其实咱今仔日啊，伫未来讲要当转去归位是困难。所以讲咧，在这个天时的应运来甲伊讲起来，在这个天时的应运，佛在三因成色的时阵，成色的时阵，伊是干冰冷法。伊是干冰冷法。那么佛在素因成色的时阵，伊是干无常妙法。那么呢，这里是三因：因明、因时、因地。那么呢，素因成色就是因事。那么算事先事来事。那么即摆是辅助。我刚才有讲嘛，即摆用在这个西方假圣经，在50-18，所以讲呢是利用伊的应运，所以有三样的开开。即摆是毋是咱的门面顶管有写三样开开？敢有？所以这就是天时的应运，就是普渡期，普渡期。就是佛所讲的生死大事，也就是佛所讲的素因成色，就在因事。所以讲，伊讲无常的妙法。所以佛的伊这道的因缘有两种的因缘，第一种是应机而算，应机而算，亲像世尊啊。以应经而算嘛，咱空无主嘛是应机而算，应着迄个因缘来度化迄人。伊毋是亲像咱即马一种的方法是普渡期，咱今日会当得到是当着普渡期，毋是佛道，伊是应机而算而得到的。所以讲咧，咱即摆当着这个普渡期，伫《六祖坛经》内底，五祖讲世人的生死事大嘛，因为生死也就是生界，也就是咱归根落叶的时阵，这就是一个关键嘛。无咱若无因缘呢，咱即看的这个物件，拢总有伊的来源，有伊的因缘，伊绝对来绝对去，咱拢知影。无可能讲对一个头发国起，对一个头发国起嘛是悬的。所以讲看的
讲平等法，就是教育法。伫素因形式的时阵所讲的是无上妙法，那么这是因素，所以讲素因形式，但是拄好用在素因形式，伫佛所讲的刚了的无上妙法，伫了解了成事大事，伫普渡伊的时阵，受事一致，咱今日来得到。所以讲来去早午来去卡，早无50单无倒人救，办50单有倒人救无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所以讲为啥讲咱囡仔生下来了后，就赶紧的号一个名来救倒，是要应下了着伊的辅导期。咱咧惊的是惊这个治疗贵，哦，咱咧救倒讲三宝的时阵，应该讲师傅讲，这个期限若过，你个钱贴了人买完，哦，上天嘛唔单是用这个道去传过来。所以讲咧，咱用在这个素因形式的时阵，互咱得到这个无上的妙法。其实讲咧，咱落去珍惜，是毋是感觉讲，哦，高有天伦之乐？真正在这个经过经来讲，一分二分，三岁五分，以前出现囡仔，咱大家得到了这个无上的妙法，有了着伊思维业分有天时的应用嘛，哦，加上咱祖上的意见嘛，那么加上了着伊是一个普渡仪嘛，哦，所以讲在这种种的因缘形式，咱叫这个教法度人得到了这个大道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好好家珍惜，哦，所以他多讲书呢，伊就来讲，伊这个修道的宝贵，那么呢，伊思维的宝贵，修道的宝贵，伊的好处，互咱去我讲来讲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因咧讲书自比甲咱开示的，其实呢，咱会当好好去较深入去家做个体会。哦，毋茫咱自己得言而失言，今仔咱要转去，毋转去，是介在自己的掌握，毋是伊点凡师，毋是伊将过这来手里哦。点凡师将过这会当鼓励，讲师会当鼓励，但是在行就看咱家己啊。因为你有行出去不做，那是有嘛。啊，若是毋是咧，还是双手空空啊。哦，为饼相依尔，那安尼无实际。咱未来要当成就，是毋是讲着困难？就因为咱有当着普渡期有得到，有了缘分得到，但是无缘来成就，来成就。所以讲，咱爱去了解，道理听，哦，那么你所讲的拢是圣贤贤佛伊所自比开示的，那么咱会当体会领悟，哦，然后进入达到感悟，会当大做大，大起大悟，咱了解着人生的真谛、真理的可贵、天命的可贵，自然而然，咱来加速着咱的脚步，啊，若无一日毋通害过一日啊，真正有影个，亮亮啊过。嘛真舒服啦，无压力啦，哦，啊无做工课有影，叫到拢惊者，啊念伊要大啦，啊念伊要生存，啊念伊要用啥来生活怎做义工，念伊要用啥，念伊要用啥，我拢无家己的时间，安尼咧，就怎畏首畏尾，惊艰苦，惊困难，惊啰嗦，惊麻烦，要成就。我透过去网水莲花所讲，修行爱千多次、万多次，伫即句话当中包含足济，这我都去解释。但是只可意会，不能言传，讲袂出来。但是修修有，你有做有行的当中咧，自然你会体会出来。啊，拄仔讲师讲足济嘛，伫修行下道当中有障碍无？障碍足济啊，障碍足济啊。咱有咧看电视，有咧看戏，过去圣贤贤父要成就，敢是食饱的时凉凉啊？无可能啊！咱嘛知影讲吼，伊这较早坐11号仔车，千山万岭，哦，较早是万里求口，甲大破铁的，搁无密厝，拢总是用双脚的。但是为啥咧即摆得来的全部开工？他拄仔讲师有讲，咱拢免出去，讲师走去到咱兜，啊，即个因波师走去到咱兜，甲咱鼓励，甲咱宣传，甲咱开示。
这是安怎？这是应运啊！哦，这是应运的关系。所以讲咧，咱一直甲去珍惜。伫修行学道，咱毋能想讲一种心态啦。哦，倒落来互我过无事坏，要钱有钱，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，爱甲保证一世人拢无代志，敢有可能？我甲想不可能啊！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大本小本，哦，大甲小，中甲迄个济甲少。佛道伫伊修的当中，较有可能，可验啊！外道佛道都有外道的人要甲杀害啊！伊敢有接受？伊嘛有接受啊！好，所以讲起来，咱一定爱去了解伊修道真正伊的意义在啥物所在，因为咱是要求福报，咱是要求互咱未来会当倒本嘛，倒转去。那安尼，咱过去欠的，敢免承担啊？咱无这个书来甲咱活，咱会生智慧，咱会成就吗？不可以。假使是讲进党的这个问题，家庭当这个问题，你会用头壳的，所以这个要用头壳，会嘛？哦，尾来甲伊解决，会嘛？啊，若无当着你，才会用这个头壳去想这个方法，不可以。那么想这个方法，就是要互你开智慧，互你生智慧，互你会当去突破迄个瓶颈，了解事理的因缘。然后，咱来讲感恩的心，我刚才无讲嘛，当着日子甲顺境爱感恩，顺境感恩，哦，但是爱平安顺利。伫日子的当中，更加爱感恩，上天分一张科技落来分落去，分落来看伊的身体咧，若无受气，恭喜啊，又上一个 JB 的人。哦，啊，若无身体甲要死去，歹势跟落一道，足简单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我伫修道当中咧，其实咱一定来扫咱心中内底一寡无必要，他多少讲，为虾米人去计较？计较什么道理？计较会来明仔载死啊！计较来有路用啊！哦，那么呢，为了民主，民主一斤大偌济？各位先生，一斤大偌济？无简单啊！互你坐下来，有民主，有民主啥路用？无实际啊！无实际。因为世间，这拢是无实际。哦，咱有啥物？伫修行咱有啥？顾民主。哦，这要成就咧，当然拢是一种的障碍，是一种的困难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伫修行，那么老师讲，勇敢向前行，伫勇敢的当中向前行。为虾米老师会安尼讲？因为意味。伫修行一定是区含的，哦，区含的。因为伊见就讲袂勇敢，叫咱勇敢行落去，就是讲咱今仔当着书，咱来勇敢。今仔日有悲喜毛病，爱勇敢来改过来。毋通搁留喺明仔载，毋通搁留明仔载再来改。哦，当下就把它改过去。那安尼咱创造幸福甲美满嘛，当下就是幸福美满的。你留到明天还是会发生问题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当中，咱的勇敢，无论行事物，种种的考验，自己的脾气毛病，咱一定爱勇敢来解除，勇敢来放下。为虾米爱啊？因为咱自性本自清净，本来无这物件啊。咱老家要创啥？哦，老家要创啥？老家心中已经艰苦的，修道行袂出来尔，无啥咧。那么到最终是安怎？吃亏的是啥物人？咱各位前提，啥？家己啦，信嘛。哦，那么咱伫咱脾气毛病解有出来，我就有参悟，了解个道理，咱的家己会当创造幸福甲美满，是啥因到底幸福甲美满？前提。
大家若要守着平安，因为袂发脾气，袂有啥物毛病啊，袂发脾气啊，袂有毛病啊，袂跋筊，袂种种啊，拢总袂啦。到咱斗大家混咧，歹拢无，咱斗阵混啊，分国啊，那安尼是毋是咱一定爱心才起来？所以我伫修行当中，咱一定爱去突破心境。咱自己无做，是咱自己，一直无修一直空。那么为什么咱会无做？因为我有无欢喜的所在，我对道就有无欢喜啊。哦，因为道就对我无啥物迄个种种的，所以我哋用种种的将来千年之下，咱讲真诶，将来道场检讨，但毋过伫咱个人的修行心境嘛爱提升。咱讲人路不转人转，人不转心转。啊，若咱伫修行当中要安怎有法度勇敢行落去？老师讲的不进则退。那么呢，就是讲爱咱真正爱去了解。老师甲咱讲咧，伊着了解，伫咱修行遐伫境外欣赏，其实咱伫修行当中咧，有较多教书嘛讲出来。修行到袂断的事，足万济啦。但是当前过者，因嘛是共款，断着遮尔济事，无论是啥物事，因拢总共款，一家突破去。咱嘛用行用走的，咱安尼一支比一支吼，金光闪闪随其千条。为什么会安尼？伊着甲咱知影人做尔，所以拢毋知；知影人修行尔，所以拢毋知。所以伊修行一直修一直去，金光长长滚啦，但是毋是乌二叉米滚啦，是随其千条安尼啦。若安尼袂转去，才怪。若定定讲讲嘿，道场无嘛，遐毋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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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毋出来。歹势不进则退。人已经到啊，你还搁伫遐讲报道场安怎，你搁伫遐搁讲道场安怎啦，已经对到无意见啦。敢袂安尼？会哦，真正咧，这互我嘛亲身体会。林师傅我袂介意安尼安怎，我的言是大字，但是白遮尔济问题，人嘛是沿头行沿头走咧。所以咧，我听一个录音带，老师讲吼，咱定定讲吼，你若等到饭口吼，我到单啦，我就会使啊。老师讲安尼袂使，安尼危险啊。为什么危险？伊讲安尼吼，袂当等。咱到饭口，咱来到饭口，毋通讲咱来到。爱是咱来等于做，我要来抓地甲扫涂骹。伊讲这也危险，为什么危险？因为伊的原本安尼尔。若去小可脚踏出的时阵，拄啊行到弯啦，我看免做。所以讲呢，爱去大关，咱会当成代志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修行当中呢，咱一定爱勇敢行落去。世间无啥物是咱的，除了拢甲过袂好开，会当互咱修行心，会当放心。欢喜心，去修行学道，大人救人，倒出去迄个会当去甘愿说互大人听。安尼是上界好啦。人生最大的意见就是安尼啦。所以老师来讲，勇敢行落去，伊了解最后要写啥？人实用虽然好，可惜是黄昏。当天道着明理，勇敢向前行，为众生毋惊，共风不向。为创新不息，一切多行也。当多年自见经过，无了解美好的前景。当然老师嘛有足济，他很感叹，多年啊，一定爱自见经，毋通讲无了美好的前景。啥是美好的前景？就是咱求道了后，会当互咱有时间修道、行道，这个身躯是健康的。有了解这个环境，这段就是美好的前程呢。毋是讲毋通无着趁钱的前程，这就是好的呢。老师指的是讲，有这段咱的身体健康，环境佫会使，互咱修行学道，会当讲安尼上
为什么收到最后无一三？为什么讲一三期6点零？因为他将近在礼拜的时候，伊将伊这边比较悬的时阵，这边指导的时阵，这边已经收完的当中，那安尼咱做到了。咱要收到不可能吗？咱要去大人不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哦，所以呢，这当中意味着天时阴极会收落来的时阵。哦，所以讲呢，房天国有免疫啦，吼，咱一定爱去免疫，无免疫嘛袂使。为什么袂使？家己的这些大事啊，莫讲为了法律，为了家己就好啦。所以老师讲，咱的三个字无离开经典，无离开前辈，才无离开混蛋。主要是对免疫，咱若较接出来吼，人家听爱着你，听欢喜。咱若是讲无用无出来，比伊咧做的，逐工想的是想迄艰苦的代志。咱讲真个啊，敢会免疫？死人嘛袂免疫。那如果讲当着疫情，佫会当出来，就有机会通免疫。因为咱心头迄个锁头就拍会开啊。心头咧拍开是啥物咧拍？毋是来耶稣是来开的，耶稣是袂开，是着来心灵的锁是啥？就是真正的良心嘛。安尼咧开的时阵才会免疫。所以讲有当时咱伫厝边，今仔日实在无啥爱来啦，因为心情歹歹。就公布3种啊，组长咧调啊，无咧前线咧调啊，来，听起来的时阵，伊咧讲出个讲一个讲着我心中内底的痛，哪像是用锁匙啊开开，我大意外的看，安那安尼敢爱出来？爱出来啊！因为你要机会给上天嘛，上天才有办法给我们嘛，对不对？咱若无机会，上天那边无咱，天边做咱，毋是讲毋是讲天顶挖一栋钱，我咱伫咱的厝内底，甲有安尼无嘛？嘛是咱爱去制作事业，爱去帮忙咱，把咱的事业奉献来看看。咱修行嘛是现在，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，老师自然的伊会用因缘，互咱甲咱做做个开始。虽然是讲师咧讲，古嘛是上面的准备，借着讲师伊的意传达互咱，改变咱心中的感。这是先做准备啊！所以讲咧，伫这当中咧，咱毋能放弃任何互咱前进的机会，互咱免疫的机会。那么有免疫，自然勇敢向前行。咱有免疫，后天一定会成就。伫厝里面叫人安尼乌白来啊，叫人结冤就对啦。你有免疫了，这代志有分寸。那么咱的家庭当中，用着咱的免疫来维持一个真好的家庭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讲会当辅助，会当辅助同修是啥物？因为咧创造着一个这个上面创造一个一个真正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无是啥个啊？那么勇敢是啥个？众生为众生毋惊恐怖服务。咱的前辈教是安怎？无食饭嘛是着来为着道路嘛爱出去。较早现在较做万少。点文书通知讲伊若要点工课辛苦苦咧，饭嘛无食咧，着来去办到迄个10点外半暝，等下来出门食饭。公公婆婆敢爱去，嘛是爱去的。为虾米？疏离啊，了愿啊。所以讲咧，伫这当中咧，敢若咱的前辈才咱着比袂过，毋免讲要比先年先我拢毋敢比，敢若比前辈才有法，就我讲才比。所以讲咧，咱为了众生毋惊艰苦，虽然是为众生，嘛是为家己。因为修行来讲，伫迄个教义来讲是为家己嘛，公义来讲是为众生，狭义来讲为自己，再广义来讲是为众生。所以讲，公公婆婆伤那为众生无少一切可生命，因都一样，还是扶持心智嘛，可其心智得其因为空白其心嘛，无其天空白其心，这绝对会当着，绝对会当着。有人家出去咧，要食所以一定当食，一定过头的当来食，无用过头的当来食，一定过人当来食，拢是会当着的。所以讲咧这种的感叹，无道理，只点点糊糊。
痛苦，诸悲在心头。那么当下的点念挂怀向水所，那么再点念，再点念，心爱护保重保重心田空间咱老师每一天就是在这南屏山的所在，创啥，就是看伊这个环境落来，蒙师多利求道遮尔济那么修道愈有感，伊看到咱的心声，伊讲自意有是传伊即种慈悲即种的法有啥物人愿意咧传播，互搁较济兄弟姊妹，有几个，有偌济人，有啥人？所以伫这当中，伊特别提出，也就是伊心中即种的化解。大家拢讲生死为虾米人咧传我的意思互较济人姊妹知影了解，互伊会当得救所以讲医门护法相传咱每一天咧，就是伫迄个门，伫咧头仔门的所在，看你房间落来，我咧到这不相信，大家拢咧吊人工，一斤的过一斤啦，毋知影迄外人古海搁伫遐，所以讲咧，伊逐工伫遐看一个规模图款，因为世间太美丽了，会使讲声色非常的旺盛。所以讲咧，大家伫这当中以假为真言假为真，言这个假为真，就是落讲，毋知影何在咱这？所以为何道法是离苦痛苦，是离愁痛苦，诸悲在心头。这个老祖讲法讲最第二啦。那么这个心头可能是我甲比的，咱会惊咧不受教对啦。这父母的痛苦，迄种的滋味伫心头，可能安尼大家给咱理解啦。高效的点念，老师呢一直就是点念了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挂怀向水所，伊可能心肝要甲送讲，这看了这多样，我要甲送讲，艰苦在心内面要甲送讲，无通讲，再见。就亲像讲咱咧关心囝，讲你做一个较细腻咧，就食饱穿好烧，就较久你定咧讲这我拢知啦，就是因为咱相共经营嘛。但是无经营，敢会使？袂使所以讲有阵时咱讲，较听也是听，毋知听这就是叫咱成就呢，因为咱听着做袂出来到爱去讲，爱去讲。讲甲大家有法帮助，为虾米？因为互大家成就啦。所以讲咧，经营在经营，心爱护，保重心田心空间。有咱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啦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性环境也好，伫后天也好，种种拢好。当然咧，咱有咱爱保重咱的身体，因为健康的身体，咱会当做出了着，搁较济的这个工作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。武汉的不便去耽误啦那么而且我甲你讲一个报道伫咱94年度的年度表已经出来咱国祖若无咧，找组长退钱，找组长退钱。那么咱第五有参加这个小创业，有迄个读经的长期的读经儿童读经那么有文理班、英文班、做专题班，这班我是希望可能各位前线大家登记。会当去来请咱较济先生来参与，那么大家会当去参与，因为咱自己有行道，就是自己的功德嘛，自己无成就嘛。虽然是来1点钟，其实2点钟就加拍者，加减较轻3日加减较轻毋通搁想业要趁迄个大把加减较轻，无一工要到2工，亲像我这我当调大幼的拢嘛安尼咧，1点钟。比较轻安尼尔所以讲咧，伫这个当中咧，大家互相鼓励即摆咧，咱就请咱老菩萨咧，慈悲来甲咱献唱一首
过节的咯，会当找对一个环境吼，啊，甲咱老师的形象也切落出来。因为咱老师是另外一个人，啊，伫这个平山的所在，点着了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的一个生死界事。所以讲呢，即厝咱老师咧，来担任了着这个三者普渡的这个担任，会使讲对咱这个老师来讲，会使讲是非常的这个压力。那么当然，伊盼望的就是讲咱大家会当真正来搭班做得。亲像咱老菩萨这个合唱团的咱各位学员非常大的会使，若少年的、较少年的参加，较少年，继续参加。
我来讲起，咱会当慢慢来听。因为身份的证了解在这个歌词，也要当依着这个歌词曲来引导了解咱，了解咱老师伊所处的这个情景，以人生当中的悲欢离合，在人生的当中每一个所肩负的责任。从前。